快，为娘。相爷，何不为老夫鼓舞一番？来，
他屡次上书传赠于我，怎奈流年之辈延缓太山，今日我倒要见责于他，让他过来。相爷恩准，长剑为王，多谢了。你面见老夫有何话讲？请问相爷，方今援兵乱下，相望两地岌岌可危。相爷不闻，恰在此逍遥于吾，如何受死？如何受降？广深大胆！难得裴相公身为一颗忧国之心，援兵乱下，无非是想割几块地，要一些牛羊，何须踏进小块？荒谬却论，怎乃世俗少见？以相言之言，他好河山可攻守于天，甚至欠他手里。你做的是哪家的相爷？玩得好，裴相公，一句戏言何必当真？设宴相告，为抗援兵，老夫已召集人马，纵设操练。不是撤兵，以援兵就于死中。眼神耳目有改密诏，家相爷，当初你都是何样？你派心腹前往援军，切后求降，办事之策却荒野开学，因儿女步步高升。今日之事，与后长不是一样无路啊！裴生卿，你可知多数之臣自要为上，国文政事实乃荆棘。我看你一票堂堂，月色过人，切莫私会见证，故为了满腹的愤章啊！一孤影扬长情，深深何故与破冰？人生自古一曲平，可怜附庸自难成。我更自弃天心，绝不苟且团余生。虚幻你位高权中张正弼，肆意妄为一字情。你可知朗朗乾坤有余，情是非却着差分明何故意死难全，今朝那来临之兵，死不黄眼，千秋万代，千秋万代，流氓命。他
事句句，老夫铭记才行。裴相公，老夫今朝请你到府上一去，你我推心置腹，好好的谈谈心啊。谢相爷。行。
南方月思绪纷传，怎奈积落无穷啊！啊，不，为娘不管。哎，神非草木所能无情，对月情思一诉情怀，此乃神之常情嘛。相爷。为娘，既然有误，老夫或有一事关出于外，趁着月色两宵，老夫要与你好好谈谈心啊！相爷请讲。为娘，此你今得福来，深得老夫的欢喜。虽然老夫身边极其私欲，但在老夫心中，你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呀！唉，无奈流光飞逝，岁月不超尘呐。此际老夫已年过半百，风烛残年，你却青春依旧，光彩照人。虽然老夫对你钟爱有加，相爷却傻是不忍心在屋里的青春年华一相爷，你可知把夫继承吗？爸父啊，相爷所指可是当着大诗人把举义吗？真是哪个把举义？难得呀，难得！他生到晚年，悉数当发家计，侧赴婚嫁，连他最钟爱的有引导口之称的万叔，有养留要之为的小满，亦无一例外，也是成为千古佳话。相爷为娘，老夫是风中作湘江情，一府里在小人，自分我恩臣。我必定对老夫与谁情分？一场梨花之桥，留至芳村。相爷此话从我说起。为娘，我来问你，今日有误，你对那少年可是有意呀？相爷，为娘与那少年素不相识，何来有意？既是无意，恰为何顾盼生辉，眉目传情，口称美贼呀少年？美贼，少年，相爷。相爷，你听错了。为娘亲深的吹去风里，才年在
你不管聪明也配！为娘啊为娘，这就是你的不知了。老夫为了你的婚事，煞费苦心，你尽管不从老夫之命。下一生要是为娘高抬，坐来。老夫说了一言九鼎，10意不害，这门亲事就由老夫做主。相爷，肯不易弄，心之神话，半推半就，假意推之。老夫忠爱于你，你是宽纵你这迷人之处啊！为娘，来替为娘梳妆当扮。见策强。
娘啊，李为娘，此事休怪老夫，是你就有死去。
子阴阳相隔，半生根。前面孤问女子如何远请爷爷速来。婆爷用兵。请那么后来你一句话撒下后端，
了才。
裴相公，你不必惊慌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深更半夜你到此作甚啊？我有要事相告，裴相公快开门。不，男女谁不亲，你还是快走吧。你怎么进来了？裴相公，万福！不孝，不孝，谁不孝？他到他么大样的收下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定是那贾似道使用美人之计，派你前来加害于我。裴相公是哪里话来？贾似道要害你一时反掌，何必我来？那你我是先来救你的。你来救我？你我马路不交往，曾言相聚不宽大，同在天涯似飘荡，相扶相聚理应当。儿与我在尘世上，三七九人弥天花。六人三十不留今宵，三六真相聚美丽少年郎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裴相公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是那日渔夫，裴相公不为权势，怒斥奸臣，是我。莫非你就是那口出杂言的女子？真是。呀！大不知大姐真心方面，奴家李为娘，李为娘，方才小生多余冒犯，万望死才。裴相公不必多礼。大姐，请坐。裴相公，请坐。大姐，那贾似道阴险毒辣，扬名成性，那是小生通策于他，接下就假意要我生子，实是与我出息长大。谁知刚进府门，他就将我囚禁在这红梅宫。好险恶的贾似道！裴相公，那是因我赞你一言，
定要上诉朝廷，传到老侧，怎我身遭绝境，无能为力呀！啊，裴相公不必忧虑，为娘今晚醒来，就是为了救你逃出贾府。哎，这位爷爷，那老子已将你当得遍体鳞伤，实在放我逃走，他岂不要将你杀死？小生杀得不是，谁定当相救于你？裴相公，为娘今生并无他愿，指望能救你逃出贾府，总算被老子杀死，我也心甘情愿呐！大姐，茫茫生死，身心离问，我却与权势出卖良心，我卖玉去用千里望你。像大姐这般所作所为，在这所事之中，真爱少见也。这是你深夜呼吁，受尽其力，何不你我一起逃出虎口？你要我一起逃走吗？正是。想我李为娘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茫茫生死，总算逃出贾府，也无立身之地呀。那你就随我。随你？什么？这哎，为娘。
娘，你怎么了？为娘，假话，北省请金夫来，外面可有通缉？奉凭郎情，此次可以下死了。好，今晚3更，才拿红梅阁内将北省请辞了。遵令。今晚3更时分，那贾似道虽要派人前来刺杀于你。他孤人下到手了，贾似道啊，好册子！你能赏我陪审群一人，可斩不尽杀不尽天下的苍生。北相公，那杀你之人谁要前来？快随我走吧。为娘，你在举我同意，背在子玉上，岂必累你一死？累我一死。说什么累我一死？死尽我一死什么？一死什么啊？想开口子难开口，千年万年用心头。什么啊？北相公，事不宜迟，无需多问，快走吧。不，我就不连累于你。哎呀，真是个书呆子，快走吧。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为娘，你还是自己逃生去吧。北相公，去吧。中国人生来是走，当路难懂，走。顺内自己真手手，敞开心扉吐英语。北相公，你看我是神还是鬼呀？呀！情急之中何出戏言呐？并非是你，三年相公，我乃是个缺失的哎，你引路有因，言谈有色，明明是神，真实是鬼呀！哎呀，好不明白的书生，你想这红梅阁内为重重约束，我杀不是鬼，只能破门而杀。我杀不是鬼，怎会知道今夜3更，那贾似道虽要派人前来刺杀于你。马上岳父因我站立一夜，没这样少女，那老子他手一击，这一击将我刺死了。
落马，负力逃奔。爷爷早刀下毙命，刀下毙命。
两眼恨，陪送他声声呼唤，声声泪。他何愧有眼莫长，担心为。你为何发烈一去，不再为？你虽救不出北生，但念你心地善良，倾城貌美，我已求得阎王恩准，赏你万娘成眷。谢阎王，谢潘爷。哎呀，不好！此刻北生定了奸臣魔掌，想我孤身一人，死后只得了奸人，救得了裴生。潘爷，求潘爷为银娘保顺于法律，使为娘列子建设，救出裴生。李为娘，你这出谷是万样死争，求永世难以重返生死了啊！一起复发，心人是金呐！婆爷，只要能救出裴生，为娘我才所不辞。这阴曹地府，虽是为娘的家，我此心。
信夫妇何言，总归从。武松为娘，亲测酒配。婆。
原来是你这孤女鬼相爷，吓死他！战战青天，乾坤朗。所人所归两兆章，精神正义张发忙。
句撼动我为娘的心心。